大家都知啦，自從阿拉仁哥個公司搬咗台灣之後咧，今日對台灣啲人同事咧就比較留意啊嘛。咁啊近日咧就發現咗阿馮睎乾有篇文章咧講雲福苑嘅，就喺呢個台灣瘋傳。佢個標題就係咩咧？雲福苑讓台灣朋友看清一國兩制。一陣間同大家講少少呢篇文章個內容啦，又分析下呢篇文章點解會引起呢個台灣人嘅注意啊。咁另外講開台灣咧，大家仲記唔記得嗰個陸配阿小薇啊嘛，再翻去貴州嘛。咁佢咧就未翻貴州之前咧就話，中國統一好啊，因為中國強大啊。統一咗之後咧，台灣人民生活咧就有改善。好啦，到佢即係俾台灣遣返翻去貴州之後咧，成日拍片啊，就話自己喺呢個貴州生活唔到啊嘛，又俾阿陳書記恰啊嘛，又俾人哋舉報。而家喺呢個貴州咧就生活唔到下去啦，就想翻嚟台灣喎。點解即係有陣時啲人講嘢咁怪嘅，前後矛盾嘅咧係嘛？一陣間有一條片咧就係講阿小薇翻咗去國內之後個生活咧係點啊嘛，佢自己親身講嘅。YouTube 咧有個新 function 或者叫做粉絲推介，大家見到有個3個 icon 推一推咧就見個粉絲推介，咁大家按落去咧就得噶啦。咁樣做咧可以幫助咗拉仁哥個頻道咧可以推廣俾更加多嘅朋友睇嘅。咁如果大家有時間，更加可以睇埋廣告同埋俾埋 like 我啦。咁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幫忙同埋支持先。好啦，我哋而家先嚟睇下馮睎乾有篇文咧，就係講呢個雲福苑讓台灣朋友就看清一國兩制呢一篇文章先啦。咁馮睎乾就話啦，前日咧就同呢個即係台灣朋友老王食飯啦。阿老王咧就義憤填膺咁問佢，雲福苑死咗咁多人點解對香港政府官員咧居然有臉咧就加薪係嘛？根本咧就係殺人放火金腰帶有天理咩？馮睎乾咧就喺度苦笑啦。呢啲就係所謂一國兩制嘅優勢啊嘛。本來馮睎乾咧有一句想講嘅，呢個唔係你之前好嚮往嘅制度咩？但馮睎乾咧諗一諗都係唔好講啦，就呢一句咧就吞翻落肚啦。3-4年前咧，阿老王咧就一面輕鬆啫，就講話香港唔係幾好咩？有法治有自由，你哋做咩咁急着咧就要逃走啊嘛？即係講好多人就移民啊嘛。要了解呢個問題咧，今日大家睇個數字啦。台灣嘅加權指數喺2020年底咧個收市咧就係14,732點，咁近年咧就屢創新高啊。咁而家咧已經去到44,733點喎，差唔多升咗3倍幾喎。而喺2020年底咧，香港個恒生指數咧收27,231點，咁5年咧就來來沉沉啦，係嘛，浮浮沉沉。去到而家咧都係得25,182點嘅啫，不漲咧就反跌喎。咁台股咧顯然咧已將呢個港股咧就撳喺地咁嘅摩擦嚟打啦，係嘛？即係而家兩個世界就兩個市場，亦都反映咗咧就唔同經濟嘅發展啊，更係人心所向係嘛？對未來嘅信心嘅指標嘅。真正令到老王醒覺咧，就係呢個雲福苑嗰場火災啊！去年11月底啦，呢個台灣全部都已經大幅報導咧呢個雲福苑嘅大火啊！嗰時馮睎乾去呢個飯店食飯呢，啲店員一聽到係香港人咧，都忍唔住咧就即係同阿馮睎乾講啦，雲福苑個住戶真係好可憐係嘛？好啦，到而家咧今日災民嘅而家現場嗰種即係求助無門嘅處境啊，港府嗰種冷血嘅處理方式咧，恐怕而家咧就冇乜呢個台灣人咧就會係關注到啦。而家雲福苑嘅災民咧有咩待遇咧？現實咧就好荒謬啊，難以置信喎。我可以請啲台灣嘅朋友咧自己想像下啦。有個社區發生咗火災啦，隔離咧就2棟嘅燒得好慘烈係嘛，但係其他咧嘅座數咧只係輕微嘅損毀喎。呢個時候咧應該就好簡單係嘛，揾啲保險嘅賠償金收執下就可以住噶咯噃。但係香港政府咧就好似另有所圖喎，成日都話啦，唔能夠維修亦唔能夠重建啊，強調咧要整個社區咧就必須統一咁拆卸係嘛，就包括你住咗幾十年嘅屋企咧，而家咧都要賣俾呢個政府喎。你話你想翻屋企啦，唔想賣啦，咁政府又唔理你喎，直接咧將座樓咧就封咗係嘛，就唔俾你咧就隨意出入啦。更加咧就 set 咗個 deadline， 逼你喺呢個 deadline 之前咧就要回覆係嘛，用邊一種嘅方式出售呢個產權喎。之後咧，你再發現咧，原來政府用嚟買你個產權嘅筆錢咧，一部分咧係嚟自呢個即係捐款嘅喎。我成日都講啦，其實捐款就捐俾災民㗎嘛，點解俾政府攞咗嚟咧就買你個產權啊？好啦，到你咧就係經歷咗呢場咁慘烈嘅災難之後咧，就終於咧就皇恩浩蕩啦，就恩准你翻屋企執翻啲細軟啦係嘛。但係翻到屋企咧就發覺咧，喂，
好多食過嘅飯盒喎，又有煙頭啦，呢個即係汽水罐啦，嗱，甚至咧有啲零食啊未食完啊，就抌咗喺你屋企入邊喎。啲櫃桶就俾人打開晒喎，啲金色貴重物品咧就不翼而飛啦，唔值錢嗰啲嘢咧就喺返度喎。咁你去報警啦，啲差人咧就話俾你聽咧，財物咧可能被大火燒咗啊，或者被水沖走咗啊。但係災後咧已經有2個月嘅空窗期啊，咁啊期間出入嘅人員咧完全冇登記啊，根本就無從追查啦。嗱，呢一個咧就係而家雲福縣嘅災民咧真實嘅遭遇啦。嗱，馮睎乾嗰篇文章咧，我講到一半，咁啊，另外嗰本咧就希望大家就去個 Facebook 啊嘛，咁啊自己睇埋去啦，咁啊，即係大家即係都話唔好劇透太多啊嘛，即係佢俾翻個結局俾阿馮睎乾咧，咁啊大家就去睇個 Facebook 啦。嗱，咁啊即係要解釋翻，咪點解呢篇咁嘅文章突然間咧就喺呢個即係台灣網民之間就瘋傳啊嘛？嗱，我估計咧就係即係喺我哋呢啲咁嘅即係東西方文明社會啊，政府點嚟㗎？政府咧就經過選舉嚟㗎嘛。就算你話台灣咁樣，台灣你唔係選國民黨，又係選呢個即係民進黨㗎啦，係2個政黨嚟到執掌㗎啦，係嘛？咁我英國點啊？英國咪而家就唔知下一屆邊個，可能係 Reform UK 俾你㗎嘛？以前嚟講唔係工黨咧就保守黨係嘛？咁下一屆又唔知啦。總之咧，你呢個政府今屆做得唔好嘅咧，咁啊選民咧就會用自己手上嗰張選票啊，vote 咗你落台㗎啦。但係香港而家會唔會有啲咁嘅選民有冇啲咁嘅能力？或者有冇選票去撈呢個政府落台啊？冇，係嘛？嗱，基本法咧就喺80年代制定啦。咁當日咧就已經同大家講噶啦。喺1997年回歸之後咧，10年內咧呢個立法會同埋呢個即係特首都係會雙普選啊。咁啊，日後咧就千方百計咧喺上邊咧就僭建嗰啲即係條例啦，係嘛？唔緊要，你點僭建都唔緊要，係嘛？或者你立法會你要清一色啲咩愛國愛黨嗰啲忠誠廢物都唔緊要，係嘛？即係你淨係話俾香港人聽，你幾時你呢個政府要跟翻基本法所講㗎嘛？呢個特首要係呢個普選出嚟嘅，你幾時做得到？你話2046年做得到冇問題㗎，咁啊做1年啊嘛，2047就回歸咗之後啦，係嘛？咁變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全香港都係做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護照啊！即係以前共產黨應承嚟嘅一國兩制以下嘅條件咧，尤其是最緊要就係雙普選嘛，立法會同埋呢個特首要雙普選嘛。好啦，而家直情唔裝都費事裝啊！時間表唔會俾你，有冇得俾你亦都唔講係嘛？即係大家預咗個心目中就冇啊！嗱，所以呢篇文章點解會引起呢個台灣嘅網民去即係瘋傳咧？就話俾大家聽，共產黨講嘢咧係信唔過嘅係嘛？因為喺台灣呢個藍白啊，藍即係國民黨啦，白即係民眾黨啊，大眾嘅眾啊。呢2個政黨咧，成日就話香港嘅一國兩制咧可以適用於喺台灣係嘛？咁話俾你聽，如果到時真係一國兩制喺台灣咧，台灣人民所經歷嘅即係處境咧，比香港市民而家經歷嘅處境咧凄涼100倍。即係你而家你見啲大陸官員講嘢得㗎啦，第日我統一之後咧，台灣咧就點啊？喂，個個都要實施呢個國民教育喎。即係你哋以前所嚮往個民主自由咧，一定係將佢哋咧就打殘晒係嘛？冇民主冇自由，咁啊剩翻一個愛國教育。咁啊初可能民進黨啊，即係綠黨啦係嘛，都可以喺生存幾年嘅。之後咧就以唔知乜嘢嘅條例、乜嘢嘅法例咧，就將佢全部變為一個非法組織啦係嘛？將所有反對派好似香港咁啊，就將佢消失晒啦。但係台灣啲網民，喂，即係由佢哋讀書細個讀書已經有民主自由㗎啦嘛，係嘛？又話呢個李登輝開始係嘛？喂，今日而家到20-30歲或者40歲嘅年輕人係嘛？喂，佢哋嚮往呢個民主自由喎，咁啊會比香港人更加發聲得多啊！嗱，到時咧就比香港人嗰個處境更加危險啊！你講句嘢都係逮捕你，睇下香港而家都係啦，你講句嘢都逮捕你㗎嘛？咁你到時台灣一樣嘅啫嘛。嗱，所以點解呢個馮睎乾呢篇文章即係喺呢個台灣咁震撼咧？嗱，主要原因咧就台灣人開始感覺到自己個危機啊！即係香港咧已經做一個好好示範俾台灣嘅人睇係嘛？喂，你如果真係接受咗共產黨嗰套咧，香港而家個人民經歷緊嘅苦況咧，就係你哋台灣人未來經歷嘅苦況，更加係比香港人更加慘啊！嗱，咁我哋口講就無憑啦。咁我哋睇翻阿小薇係嘛，即係個陸配就俾台灣政府咧就遞解咗出境啦，就翻去呢個貴州啦係嘛。嗱，咁佢未遞解出境之前咧，佢喺台灣就宣揚呢個統一噶嘛。就話同中國統一台灣有咩唔好啊？中國咁強大係嘛？統一咗之後咧，台灣嘅人民咧就更加富足係嘛。好啦，你既然講到即係呢個統一咗之後咁好，咁啊你翻大陸應該冇問題㗎啦。
但係點解翻到大陸咧，你講到自己咁慘咧，生活唔到落去咧，係嘛？嗱咁咧就一陣間會播條片俾大家睇嘅，就係阿小薇自己講噶。咁咧就因為佢後邊有啲音樂啊，咁我會用一啲嘅音樂就遮蓋咗佢個版權音樂，如果唔係就出唔到條片嘅。嗱咁啊睇完阿小薇條片，咁我哋就當呢條片完咗嘛。嗱咁喺呢度咧就先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先。好啦，即刻去阿小薇條片啦。之後，大陸這麼強大，足夠讓台灣人民走向更加繁榮的生活，這樣不好嗎？真相到底是什麼？讓我們繼續看下去。賠償我的經濟損失，不被你們遣返回來6個月，我都沒有一絲收入，戶籍也被註銷，害得我日子過得那麼倒霉，也沒有找工作，這一切都是你們害的。為了爭取我的損失，我不會做出妥協，我也咽不下這口氣，也會和你們鬥爭到底。從我被台灣遣返回來，沒有過好一天順心的日子，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我做錯了什麼，非要遭受這樣對待？我懇求台灣當局讓我回去台灣，你們不要再對我進行網暴了，我已經都這麼難了，工作沒找到，身上沒有多少錢，你們還忍心對我落井下石？華碩的勞健保福利都沒了，這讓我怎麼活？你們這樣做是迫害，就因為我說了幾句話就這樣對我，憑什麼？我在台灣福利給取消掉，台灣當局必須要把我勞健保恢復回來，你們沒有這個資格把我福利停掉，台灣本來就沒有台獨，這些人就是還沒開化的猴子，就差解放軍來收拾這幫人，我所遭受的苦難早晚淪落到這些人身上，你們就等祖國統一的一天，讓你們這群青鳥受到歷史審判，他們本來就是中國統一是必然的，我因為這個事情被迫害趕回來，你們不關心我，還來指責我，欺負我一個女人算什麼本事？我不過想要回，我在台灣勞健保有錯嗎？那本來就是屬於我的。